針對多項交通收費元旦起大幅調升，有團體喺1月8日發起遊行，遊行隊伍下晝3點喺塔石廣場出發，部分人士手持橫額同埋標語，佢哋又一路叫口號，反對多項交通收費大幅加價。沿途不斷有市民加入，人龍由街頭延至街尾。組織團體指遊行人數超過5000人，治安警當日派出200警力維持秩序。據警方統計，遊行人數約1600人。遊行隊伍最終抵達政府總部遞信，期間遊行人士高叫撤回口號。遊行活動發起人之一，立法會議員高天賜表示，政府事前既冇諮詢又冇通報，就突然加價，令到市民感到不滿。佢又指唔排除喺立法會提出辯論動議。政府今年元旦起推行新嘅控車政策，大幅調升違泊嘅開鎖費、驗車費等多項交通項目嘅收費，而且新措施由公布到實施只係相隔1日嘅時間。有團體及市民認為，當局推行嘅新措施太急太難，但係新措施配合警方連日嘅執法，以釋放近100個長期被霸佔嘅咪標位，因此亦都有市民贊成政府增加收費，加強打擊違泊嘅行為，改善道路交通。對於政府控車嘅新措施，唔知你又點樣睇呢？